大家都知道洋紫荊係香港嘅市花，但你知唔知道佢嘅出現原來係一連串嘅巧合而造就嘅奇蹟呢？故事就要由1880年，即係145年前講起。當時薄扶林有一間法國傳教士嘅療養院，即係而家嘅八大利修院。有一位住喺修院嘅神父，偶然喺幹線灣嘅一間爛屋，發現咗一棵開住紫紅色花嘅樹。佢從未見過呢種樹，好奇之下就摘咗一小棵，將佢移植到療養院嘅花園裏邊。呢位傳教士不斷研究，但都冇辦法辨認到呢棵樹嘅品種，於是將樹苗截枝送到當時嘅植物公園，即係而家嘅香港動植物公園進行繁殖。植物公園將標本寄去英國皇家植物園鑑定，先發現原來係一個新品種嘅樹。洋紫荊喺1965年被定為香港市花。專家利用 DNA 嘅鑑定，發現洋紫荊原來係紅花羊蹄甲同公粉羊蹄甲嘅雜交品種。奇怪嘅係，紅花羊蹄甲係冬季10至12月開花，而公粉羊蹄甲就係春季3月開花。呢兩種花開花嘅時間完全都唔同，佢哋點解可以成功授粉呢？更神奇嘅係，有人嘗試幫呢兩種花人工授粉，但都唔能夠成功繁殖出洋紫荊。而家大家見到嘅洋紫荊都係用無性繁殖方法，譬如係插枝、嫁接呢啲嘅方法去繁殖㗎。而幾乎所有洋紫荊都唔能夠長出豆狀嘅果實，即使有，果實裏邊嘅種子都唔能夠發芽成為幼苗。即係話洋紫荊係無法自行繁殖嘅。如果係咁，第一棵洋紫荊係點樣出現嘅呢？植物學家估計，有可能當年係因為有一棵紅花羊蹄甲啱啱遲咗開花，附近有一棵公粉羊蹄甲又提早開花，佢哋嘅花就得以授粉，而其中一個果實裏邊嘅一粒種子，啱啱能夠萌發成為幼株，又咁啱俾經過嘅神父發現。好彩神父一時好奇，用人工嘅方法留低咗佢，呢棵洋紫荊先得以保存至今。所以而家我哋見到嘅洋紫荊，全部都係145年前被發現嗰一棵嘅後代。洋紫荊嘅誕生同埋保存係集合咗天時、地利、人和而造就而成嘅，你話係唔係一個奇蹟呢？